今次會為大家介紹一個經常會用到嘅功能，就係 sort and filter。喺處理大量數據嘅時候，我哋好多時都會因應唔同嘅情況，將數據進行排列同過濾。首先，我哋先選取第一行，然後喺 Home tab 下面揾到 Sort and Filter，我哋只要 click 入去，再選擇 Filter 就會見到第一行每個數據標籤右邊都會出現一個小箭嘴，我哋 click 落去就可以選擇唔同排列同埋過濾模式。例如，我哋可以將同學姓名按英文串法順序由 A 至 Z 排列，又或者倒序由 Z 至 A 排列。同樣，對於係數字嘅 data， 我哋都可以根據數值大小進行排列。除此之外，仲可以用 Sort by Color 功能，根據儲存格顏色或文字顏色排列。例如，我哋而家隨機將部分儲存格變更背景顏色，就可以根據顏色進行排列。另外就係 Filter 功能。假設我哋而家淨係想檢視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嘅同學，我哋可以 click Faculty School 隔離嘅箭嘴，使用 Filter 功能，我哋先取消剔選 Select All， 只選擇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然後 click OK， 佢就會自動過濾走其他數據。我哋亦都可以再次過濾，例如我哋淨係想檢視男同學。同剛才嘅步驟一樣，喺 Gender 旁邊嘅箭嘴選擇 Male， 我哋就會得到相關嘅結果。當我哋想睇返晒所有 data， 我哋可以喺過濾咗嘅 column 選擇 Clear Filter， 嗰個 column 嘅 filter 就會關上，原本被過濾嘅資料就會重新出現。如果我哋喺好多 columns 都開咗 filter， 可以喺頁頂嘅 Sort and Filter 入邊選擇 Clear， 咁所有被過濾嘅資料就會一次過還原出嚟。對於數字嘅資料，我哋都可以根據唔同嘅數值進行過濾。例如，我哋想揾 CGPA 大於或者等於3嘅同學，我哋可以去 CGPA 嗰個 column，選擇 Number Filters， 入邊可以見到唔同嘅條件。我哋選擇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然後輸入 3.0，click OK， 相關嘅資料就會被過濾出嚟。之後我哋亦可以按大小排列呢啲資料。其實對於文字數據，我哋都可以進行類似嘅過濾。例如，我哋而家想揾英文名包含 John 或者 Joyce 嘅同學，我哋可以喺 Name Column 嘅 Text Filter 入邊選擇 Custom Filter， 然後選擇 Contains， 輸入 John， 選擇我，再選擇 Contains， 輸入 Joyce，click OK 就可以過濾出相關嘅資料。今次介紹先到呢度，希望能夠幫到大家。